做了1年半，做了多少时间？做了1年半了。别看着出事呢，光去关注了。我的天哪！这大摩托车、错级摩托车，结果啊，坐上去觉得很高。平台卖了的，不是新的。哦，这东西绕出来的。多少钱？啊？是不卖钱。那你让一下子。哦，他们现在都常见老呀。他们说，话都说不出来这个。讲，明天他们讲给他们讲，照片一张照片讲。我的钱多好多少？这个摩托车嘛，长是4.3米，4.4米左右，高是2.4米。主要的车是搞了1年半了，才把它做出来的。以前都是我自己一个在废品站呀，在拿着保废厂里面要卖来的东西都是，我就是个人安装，一个安装。安装到上面，一个焊接电出来，这样就这样。这个引擎我是7块钱的。哎呀，也不简单呐，人家这家里回来大哎呀，这个什么？这个东西干啥？这个也不容易，这个轮胎的还比我大几倍呢。我说这也不简单，也不可能。大水船还没讲，咱就里面有花，你晚上能质量吗？让我看看。看到多吗？我天哪！别说你挂档，亮了。我这还亮了那大气了，亮的很，亮的很啊！你这是发动机带的电瓶带的这个灯啊，电瓶带的吧？电里面的那个220的电灯泡嘛，220的灯泡嘛，提掉往那个上厉害吧？做了2年才做出来。我看看2年。我给你开吧。啊？马上就给你开吧。我来开。你开不吧？你开不吧？我把这怎么开开了？骑上开哈。我也走了好几圈了。我来给你干嘛就好，车么？我要坐在坐响。开了吧？手机的跟你往里边，车电的什么？我是那个正向。人都开飞机了嘛，那差不多。啥感觉？和你老爸的摩托车不一样吗？这个那个不对的这个车。哎，那个喇叭有多响？都了。那喇叭喇叭线没接，它没接着啊。我说这个喇叭稍响一点。它这个喇叭线没接。这是前装。没有嘛，然后造的这个摩托车，是我们西关社区的一个居民，就是没想到他能做的有这么一个发明创造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特意组织这个我们辖区的居民来欣赏一下这个，就是呢也用以来呢鼓励咱们的居民勇敢的大胆的创造发明。不用看。这个摩托车呢，我已经准备了就2年，做了1年半，就是已经做出来了。做这个东西也不容易，掉的时候几次把我差一点
把我扎上，掉葫芦断腰呀，连着断腰就这种情况才做出来。就我一个人把这些都是一个人自己安装、自己设计，这个出来了，也不容易，也不好做这么个东西。那是一些旅游区啊，别处旅游区，我想着这个旅游区来了。你要是你自己的梦想，你是做这个东西，一定会做的更好的东西做出来。